上集我哋介紹完江影之旅之後，今集我哋介紹九龍寨城遺跡。呢個係公園嘅靈魂所在，見證住寨城超過100年嘅歷史。公園裏邊唯一保留低嘅原有建築係建於1847年，佢曾經係清朝官員嘅辦公地點。後嚟喺寨城混亂時期被佔用，如今內部設有展覽，通過圖片、模型同埋文物，詳細講述咗寨城從清末日據時期到成為三不管地帶嘅完整歷史。嗱，呢個唔係拍片嘅，係真嘢嚟噶。我呢個地基嚟嘅，呢個係啦，呢啲咯，樓啲地基，哇都有鋼筋嘅喎，好勁喎！呢個鋼筋粗到。另外喺公園南入口附近，可以睇到當年寨城城牆嘅地基同埋石梁遺跡，呢個係考古發掘後原址保留嘅，等大家能夠親眼睇到古城嘅規模。跟住帶大家參觀侯王廟，喺九龍寨城公園出發，見到賈炳達道，經過九龍城廣場，好快就見到位於聯合道旁嘅侯王廟啦。好嗱，我哋經過寨城公園，行經呢個九龍城廣場，沿住聯合道，就會嚟到呢個侯王古廟噶啦。咁有咩睇㗎？上去咪知咯。係咪講馬騮啊？孫悟空啊？係啊，你上去睇下。咁啊真係要去睇下咯。行啦。侯王原名楊亮節，南宋末年蒙古人來犯，楊亮節保護皇帝一直南逃，輾轉嚟到東九龍。逃難期間，佢雖然染上重病，但係仍然英勇抗敵，後尾病死咗。而鄉民呢，就為咗紀念佢嘅忠勇而立廟供奉，所以呢間廟就叫做侯王廟。廟內咁仲有其他供奉嘅神祇嘅噃，有關帝、神農氏、斗姆元君，仲有60太歲等等。喂，番薯呢個咩嚟㗎？呢個咩字嚟㗎？呢個就係一筆我，就係呢個清朝嘅秀才張秀人一筆寫成嘅我字。一筆冇斷過寫㗎？冇斷過嘅，不過喺日治時期咧就摧毀咗啦。70年代再復刻就放翻喺度。原來喺後山咧都有個石刻，一筆學都係用一筆寫成嘅學字，不過呢個咧就冇被摧毀到，係原裝嘅正版。侯王古廟對面就係石屋家園啦，佢屬於3級歷史建築物。石屋係由一棟5個單位組成嘅中式村屋，5個單位並列，樓高2層，喺1945至49年間建於何家村嘅地基上面。戰後石屋一帶成為廉屋區，區內開設多間嘅片場。後嚟到60、70年代，石屋一帶更加出現唔少嘅山寨廠同埋工廠。哇！呢度係石屋嘅廚房喎，咁點解咁得意一級嘅？咁嘅？呢個咧係廚房嘅煙通嚟嘅。點解起到一級級咧？因為附近咧好多啲木屋，咁啲煙通咁樣一路延長佢咧，令到嗰啲灰燒盡晒先至排出去，就唔會令到側邊嗰啲火警發生。所以以前啲人都好有智慧嘅。係以前原居民嘅廁所啊，旱廁冇水嘅。呢個單位咧修復之後就得以保存原有嘅廚房同埋煙通，而且仲用一啲舊日嘅家具同埋用品，等你體會一下昔日嘅石屋生活。石屋家園計劃希望喺恢復石屋舊貌嘅同時，能夠活化何家園嘅舊址，彰顯石屋喺九龍城區嘅歷史價值同埋重要性。石屋而家有間懷舊冰室，一場嚟到就梗係要坐低嘆翻杯咖啡啦。仲有啊，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我哋護老者頻道，下次見。